今年第三波寒流正在影响台湾，北台湾1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可能会落雪。有游客透早就到大屯山想要看雪，但是低温只有2度，无够寒是无落雪。因若这次山顶甲太平山今仔日都有落冰沙啊。合欢山因为有落雪，已经启动交通管制措施。气象署是针对全台20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，估计这波寒流会寒到后礼拜一透早。这边透早全台冰冷，台北大屯山规个蒙蒙蒙，爬山的人风寒装备穿得好，希望看到山顶的雪景。今年第三波寒流来袭，位于北台湾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山有机会降雪，因此呢，今天早上在大屯山这边就有许多登山客特别过来登山，也想说看能不能顺便看到雪景。一寡游客特别早起，慢慢爬上山，要骑脚踏车的人唔惊寒流，目标攻上山顶，要民众带爱犬爬山。阳明山国家公园因应可能会落雪，毛做3阶段交通管制，可笑山顶的温度、湿度无达到落雪的条件。有看到雪吗？没有，白蒙蒙啦，都蒙呢，哎呀，上面它3度啦，它3度呢。那让狗狗这个天气它 OK 吗 ？OK， 它本身才前那个3层毛。可是去年来的时候有看到啊。但今年这样看下来，好像机会是不太大。对。同款伫台北的7星山、东方甲主峰的山顶，这边透早有观测到一寡米雪，海拔较悬的宜兰太平山是落米雪，大片树花拢结冰，规个山变做银白色的世界，民众欢喜翕相，好心情拢写伫面的。下雪了，好兴奋哦！第一次来真雪。早上的时候，因为低温持续，而且目前有水汽，所以大约在8点左右的时候，我们游乐区就下起了冰线。请各游客已经落雪合欢山区民众规定上山休息，武陵停车场大客满，警方启动交通管制，呼吁驾驶爱注意行车安全，车辆细人爱把握好。合欢山武岭地区停车场已满，那本分局呼吁上山民众应该要审慎评估。这波寒流予全台气温降正低，本岛冷叽叽。气象署七月针对全台20县市发布低温特报，平地最低温伫苗栗大湖下晡出现5度8，愈暗可能温度愈低。离岛的马祖最低温5度6，金门9度左右。气象署预估寒流会持续到7月，后礼拜一透早温度再慢慢回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